唔係別墅買唔起，係公寓更有性價比。59平方嘅空中小別墅，總價先40零萬咋。5米嘅層高，挑空嘅客廳，仲有一個咁大嘅落地玻璃窗，一睇就知高端大氣上檔次啦。上下兩層有成100嘅平方㗎，得閒約3、5個朋友過嚟呢度飲飲茶、吹吹水。入門左手邊呢有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隨時可以解決你人生大事。舒服。隔離呢就有一個獨立嘅廚房，好少公寓會有獨立嘅廚房㗎。出門800米地鐵站，10分鐘到廣州南站，一齊跟我上2樓睇睇。15分鐘廣鋼新城，30分鐘天河珠江新城，雙面採光嘅次鑊，1年都慳翻唔少電費㗎。重點嚟啦，再睇翻我哋嘅主人房，主人房呢配有獨立嘅衣帽間，你平時嘅衣服包包都可以放喺嗰度，放咗張2.2米嘅大床，2、3個人瞓都冇問題。呢邊呢仲配有一個獨立嘅化妝間，你老婆最中意啦，而且帶有主衛嘅，主衛呢2個人一齊沖涼都冇問題嘅。買唔起住宅咪買套公寓咯，如果你都中意呢啲戶型嘅，可以私信我。